太子宫绕境活动5天的第3天，来到新营小戴围，保安宫在最后入庙保安宫之后，才要回新营太子宫。哦，那个一格车好美。有那个立委陈廷辉女士啊，小姐吧，还有台南市议员赵坤元先生，台艺工 OK， 哦，你看这以前做台南县议员，后来升格县市合并又做台南市议员，哦，到家出现那个人才。议员赵坤元没有赞助那个一哥车，好像是第一辆立委陈廷辉小姐的，第2辆是议员赵坤元的赞助的。谈到这太子宫庙，哦，像前方也有神教，那神教都是用走的呢哈，也有的用车载，用车拉，或者是用车载，或者是装轮子。哦，一格车好美。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6月7月1号了，农历5月27号了，25号开始的，今天是第3天了。你看神教都还是有装轮子，还有人在推动啊，要往那个新营太子宫了。小戴围这边离新营太子宫还有几公里远呢哦。小戴围在乌野里的北边。